大家午安。2025至2026年度新亞書院文化講座第三講，現在正式開始。首先，我哋有請今日嘅主持新亞書院院長陳新安教授，為我哋介紹今日嘅講者岑志明先生。唔該晒，陳院長。岑志明先生、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聽講嘅嘉賓嚇，大家好。喺呢度咧，我想作一個簡單嘅介紹，歡迎岑志明先生嚟到為我哋主持新亞文化講座嘅最後一講。岑志明先生係香港著名嘅氣象專家，佢畢業於香港大學理學院，主修物理同埋數學，並且獲得榮譽理學士學位。其後亦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比較及公眾史學嘅碩士，展現咗跨學科同埋佢追求知識嘅背景。岑先生喺1986年加入皇家香港天文台，展開其長達30多年嘅專業氣象工作，並喺2011年至到2020年出任香港天文台台長，係歷任華人台長中最年輕嘅一位。咁呢個 record 都未 break 過，應該係。喺專業嘅領域方面，岑先生喺航空氣象上有突破嘅貢獻。佢主導嘅研發全球首個激光雷達風切變警報系統，成功應用喺香港國際機場，顯著提升咗航空安全。咁呢項創新技術後來亦都成為咗國際航空氣象嘅典範，令香港喺全球氣象界佔有一席位。佢亦曾喺世界氣象組織擔任重要職務，嚟到推動國際航空氣象嘅發展，提升咗香港喺國際舞台上嘅地位。除咗科研同埋技術，岑先生亦都十分重視同市民嘅互動。佢喺任內推動咗天文台嘅社交媒體平台，讓天文台嘅資訊更加貼近大眾，並以親切嘅態度回應市民嘅疑問，等公眾嚟到更容易理解天氣現象同埋氣候挑戰。佢好深信一樣嘢，氣象嘅工作不僅係科學數據嘅分析，更加係保障市民嘅安全同埋生活嘅重要一環。多年嚟，岑先生以其專業知識、國際視野同埋公共使命，推動氣象科學同埋氣候教育發展。佢經常說，氣象工作唔單單係預測天氣，更係同大自然嘅對話。喺呢次新亞書院嘅文化講座，佢將以氣候變化嘅影響同埋應對為題，分享最新嘅氣候科學發展，並且深入探討全球暖化同埋極端天氣對香港嘅影響。希望藉此講座啟發公眾思考，如何喺本地同埋全球嘅層面共同應對呢一個世紀難題。喺呢度咧，我哋好歡迎岑志明先生。多謝陳院長嘅介紹。今日好高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呢個氣候變化對我哋嘅挑戰。咁亦都好多謝大家今日星期六都抽時間過嚟聽我分享。咁咧就首先就大家唔知認唔認得佢啦，即係佢就比較上即係好多喺啲國際嘅大事上面咧，佢都有好多好獨到嘅見解同埋發言嘅。咁佢就係我哋而家嘅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咁我就好中意睇佢嘅社交媒體嘅發放嘅信息嘅，因為咧好到位，好第一手嘅資料。咁佢係特別關注係氣候變化嘅。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佢近年咧一個比較上即係可以話吸眼球啦嘅信息啦，就係話 We are in a climate meltdown。咁呢個咧就真係好嚴重啦，大家都即係感覺得到呢個即係講緊係即係氣候熔斷啦，即係講差唔多可以翻譯成為
咁其實佢之前都有好多喺聯合國嘅發言咧，都有不少嘅即係好重要嘅信息嘅。咁但係呢一個咧，我相信就係一個即係差唔多話，喂，我哋都死到臨頭咯，大家都仲唔去即係努力去減碳咧，就即係等真係等熔斷㗎咯。但好可惜啦，到今天咧都仲係即係未扭轉到呢個氣候變化嘅趨勢嘅。一陣間我會講講。咁點解2004年佢會咁樣講咧？其實亦都有個原因嘅。一陣間喺啲即係科學少少嘅數據，大家會睇到嘅。2004咧就係我哋人類有紀錄以來咧最暖嘅一年，亦都係咧係已經超過咗巴黎協定。大家可能都聽過巴黎協定啦嚇，即係氣候變化嗰個即係國際嘅協定。其中一個指標就係話，希望我哋可以將個氣温咧，全球氣温係控制喺所謂工業革命前水平，就唔好上升超過1.5度。咁但係咧，舊年我哋已經知道咧，係而家應該係做唔到噶啦。舊年佢喺我哋聯合國嘅一個世界氣象組織嘅會議上邊咧，都已經公布咗呢個現實啦，就係話未來幾年咧，我哋應該係會超越呢個1.5度嘅目標噶啦。咁當然啦，仲有個目標係2度啦嚇。咁一陣間我都會再講講啦。咁到底即係我哋最終有可能去到幾多度咧？咁呢個咧就係嗱，大家都即係可能都聽過好多講全球即係變暖嘅即係嘅嘢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就倒翻轉講嘅，就話即係全球暖化係假嘅嚇。好多人都會質問咧，就話啲有時又咁凍係嘛？今年都即係北美洲都好凍啦係嘛？咁係咪即係其實全球變暖都係政治嘅操作嚟嘅啫咁？咁但係咧，我就想大家記住呢張圖，因為呢張圖咧，大家可以見到咧，我哋即係地球嗰個氣温咧，過去嗰1000年嘅變化，咁其實咧係正常嚟講咧係慢慢係向下嘅，個温度係跌嘅，但係咧去到近呢100幾年咧，一支箭咁飆咗上去嘅。自然界嘅力量雖然好大，但係咧係唔會係有一個突變嘅。唯一嘅解釋咧就係有啲外來嘅影響，呢個就係我哋人類啦。我哋開始呢個工業革命開始用呢個蒸汽機即係做好多嘅即係生產，跟住就大家無窮無盡嘅消費，咁咧令到我哋不斷咁用地球嘅資源去燒炭燒到今天就繼續燒仲係繼續燒咁所以咧呢張圖咧，我就每次如果有啲朋友係懷疑呢個氣候變化啦，我就會攞出嚟俾佢即係睇噶啦。咁當然背後好多科學嘅知識添嘅，即係話呢張圖咧，其實背後仲可以咧，我哋用啲電腦模式去運算，咁係發覺咧有人類嘅影響同冇人類嘅影響咧，係完全睇得到個分別嘅。有人類先至解釋到，即係有人類嘅燒炭先解釋到咧呢支箭飆上去。咁咧就大家都見到啦2000幾年嚟，即係我哋而家就係前所未見咁熱啦依家係。咁咧同埋我哋睇近幾十年嗰個氣温嘅數據咧，呢個全球嘅氣温咧係呢幾十年就不斷飆上去嘅。咁呢位科學家咧就係其中一位好重要嘅即係研究氣候變化嘅。咁佢就改咗個名添，就叫做曲棍球棒呢個形狀咧，成支 hockey stick 咁樣。咁都曾經有啲好熱烈嘅討論係圍繞住呢支 hockey stick 嘅。咁但係咧就今日就唔會詳細講啦。咁但係大家都見到咧，其實近呢幾十年咧係有升就冇降有啲時間中間可能有幾年係徘徊喺同一個水平。咁於是又有啲人咧就走出嚟就話：假嘅都係即係一啲短期波動嚟嘅啫咁。
咁但係其實而家睇仲升得緊要，點緊要咧？嗱，咁啊，仲有就係即係要講翻啦，舊年就係2024年就係最有史以來最高嘅紀錄啦嚇，就係比起工業革命前已經上升咗1.55度啦，即係話巴黎協定其中一個指標咧就已經係超越咗啦。咁啊呢張圖咧就係新鮮滾熱辣啦，今年年頭先出嘅，咁就係總結翻舊年嗰個情況，就係世界氣象組織發布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咧，第一就係2024年咧就係達到最高啦，即係暫時最高。咁啊舊年咧就係輕微跌咗少少。咁啊但係咧，如果我哋睇長遠啲咧，原本咧嗱近呢幾十年都係睇藍色嗰條線咧，都好似都係跟嘅，係嘛？但係咧近呢10年咧唔跟喎。唔跟，但係咧就仲加速上喎，咁所以呢個咧就更加擔心啦。咁啊，但係都會有朋友問點解近年會咁樣再飆高啲咧？咁其實咧早幾個月咧都有一個期刊啊，就係呢個經濟學人 Economist 出咗篇文章，講咩咧？佢話因為我哋中國我哋國家減排減污染太成功啦，成功到咧，因為咧減咗污染咧，個大氣就乾淨咗啊嘛，多咗藍天，咁咧反而咧就少咗嗰啲污染物咧遮蓋咗我哋，少咗遮蓋咧，令到我哋個大氣咧更加熱，咁所以咧減咗空氣污染咧，反而令到個溫度升得快啲，咁好似講緊我哋國家唔啱咁啊！即係你搞到仲升得仲熱啲喎咁，但係其實根本就係本末倒置。我哋嘅空氣污染令到好多人都短命咗嘅，即係好多健康嘅問題。不但止，而且嗰個氣候暖化本來就係因為你燒咗幾多碳享受咗幾多消費造成噶嘛。咁你暫時有啲嘢蒙住你隻眼睇唔清楚啫，咁忽然間睇清楚咗，咁就話喂唔啱我哋咁，即係攞開咗個面罩眼罩唔啱。咁所以呢啲就係睇到西方人嗰個即係一啲虛偽嘅表述啦。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咁啦，即係因為個空氣靚咗乾淨咗咧，仲凸顯咗個氣候暖化。咁啊唔單止係我哋國家嘅，而家大家可能都有聽過海上面嘅船咧，都係努力緊減碳嘅。咁啊少啲黑煙都好啲啦，係嘛？咁但係咧，亦都係促進到咧呢個氣溫上升。好啦，咁啊來源當然就係即係呢個氣溫上升呢個來源當然就係呢個溫室氣體啦，即係主要係二氧化碳啦，即係大家燒煤、燒炭、燒天然氣等等砍伐樹林都係帶嚟呢啲即係溫室氣體上升。咁呢張圖咧第一樣嘢就係可以睇到咁多年來嗰個全球嘅二氧化碳排放都係不斷上升嘅，只不過係中間有啲地方係跌過嘅啫。咁啊，其中一個就係我哋嘅即係 Covid 啦。咁但係大家見到啦，我哋 Covid 嗰陣時，大部分嘅活動都停頓晒，交通活動經濟活動好多活動都停晒，原來先至跌得嗰4-5%嘅啫。咁如果我哋要話去到呢個世紀中要做到零排放碳中和啊嘛，所謂大家聽過啦零排放喎，點做到咧？即係我哋食少幾多餐飯，開少幾多個冷氣機先至做得到咧？咁呢個就係好大嘅疑問啦。咁仲有咧，就大氣裏邊嘅二氧化碳咧，更加之咧係冇跌過添，即係 Covid 都冇跌喎。因為咧，我哋好多二氧化碳放咗出嚟咧，唔係單止喺個大氣層嘅，有啲仲俾個海洋吸收咗。咁所以咧，就算 Covid 嗰陣時咧，二氧化碳都不斷係釋放出嚟。咁就而家我哋已經去到咧所謂430個單位啦即係 parts per million。咁呢個數咧，相比於當年嘅即係未有工業革命嘅情況咧，係高咗50%嘅。
即係多咗一半啊，成個大氣層多咗一半嘅超過50%。咁所以咧，物理大家知道啦嚇，即係呢個就係溫室效應嘅造成㗎啦嚇，有咗呢個二氧化碳。咁所以呢個就其實好簡單嘅，識物理就唔使拗啦嚇。咁但係當然好多人都選擇唔信啦嚇。好啦，咁啊，今天我哋喺邊咧咁？咁啊，大家都記得啦嚇，即係呢個都已經係講緊10年前咯。2015年咧就達成呢個巴黎協定，咁啊大家好雀躍啦，就話終於解決咗呢個人類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好開心啦。咁但係其實係咪咁開心咧？咁就當年其實係有2個目標嘅，一個就係1.5度啦，頭先講咗，但係仲有一個咧死線咯，可以話就係2度嚇。咁究竟我哋而家都已經跨過或者開始跨過呢個1.5啦，咁2度就即係還會遠嗎？係嘛？咁但係其實會唔會係2度已經搞掂咧？就一陣間我話俾你知，就唔係，我哋係向緊3度進發。咁但係點解會搞到咁咧？咁就第一問題咧，其實就係都係神有佢，鬼有佢。點解咧？因為要達成呢個協議咧，所以咧佢哋就好聰明地咧做咗一個叫做國家自主貢獻呢一樣嘢出嚟，即係每隔5年咧，唔同嘅國家咧就要俾條數出嚟，就話我承諾未來幾多年咧會減幾多碳。咁呢個咧係每個國家自己可以作出個承諾，但係呢個承諾咧冇約束力嘅。第一，第二咧，佢中意承諾幾多都得嘅嚇。咁即係話佢可以進取，亦都可以保守，當然亦都可以退出添啦嚇。咁所以呢個根本咧唔係一個有監管、受監管嘅一個即係協議嚟嘅。咁啊，如果講得俗語少少，就隨緣落咗。咁所以就今天點解要仍然維持有呢個咁大嘅難題咧？就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嗱，呢張圖係比較上複雜啲嘅，咁但係想講俾大家知咧，嗰個差距咧，即係我哋同個目標嘅差距有幾遠咧？咁其實大家如果睇即係最低嗰兩條線啦，一條藍色，一條綠色嘅，一個就講1.5度嘅目標，一個就講2度嘅目標。依家呢個係講2035年嘅啫，唔係好耐嘅咋，2035年即係10年到嘅咋。咁我哋咧就喺紅圈嗰度。我哋而家個排放咧仲係上緊嘅，未曾跌嘅。咁嘅話咧，點樣去得到下低嗰度咧？中間係有好大嘅差距。無論你用紅色嗰條巴啦，定係橙色嗰個咧，其實都有分別，都有少少嘅。有咩意思咧？嗰兩條，一個咧橙色嗰個咧，就係代表所謂嘅unconditional，即係冇條件嘅一個所謂承諾。即係話咧，我就唔使人幫嘅，我自己可以做得到嘅。但係有啲叫有條件嘅承諾 ，conditional 嘅 NDC， 咁嗰啲咧就係話，你啲先進國家要幫下我先做到嘅咁樣。咁無條件嗰啲梗係可靠啲啦，係嘛？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到有一條線咧就係個 gap 係大啲嘅，就係無條件嗰個。但係無論如何咧，紅色又好，橙色又好，其實呢啲係叫做承諾噶咯。咁但係咧，由我哋而家嘅嘅高度，要去到佢哋承諾嗰個咧，都唔係容易喎睇落。因為你睇到嗰啲線咧，其實都好斜喎。如果要黑色虛線嗰度咁樣切入落去咧，都唔簡單噶啦，已經。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即係 Covid 都4%、5%嘅啫嘛。呢度由60跌到落去50或者40幾，都好大個幅度噶咯。係咪做到？我都覺得有啲疑問嚇。但係再要落去就更加大啦個差距。大到係點咧？即係講緊話要跌到落去30，跌到落去20，哇！即係差唔多我哋減超過一半。即係我哋日日搭少一半車，即係用少一半冷氣，開少一半電視，得唔得咧？咁當然有好多新嘅技術嘅，好新嘅科技嘅，係咪起多 N 個核電廠咧？喺我哋圍住香港，大家又會唔會覺得舒服咧？咁樣
係唯一嘅嗱，近年來咧，唯一一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即係積極嘅信息咧，就係我哋國家嘅減排嘅力度啦。呢個就係見到咧，過去嗰差唔多2年時間咧，我哋國家嘅碳嘅排放咧係基本上穩定，係冇上升，甚至係有啲下降添。咁所以大家可能都知道咧，我哋國家有個雙碳嘅目標啊嘛。第一個就係2030年之前咧，去到碳達峰；2060年咧就係去到碳中和。咁碳達峰嗰度咧，睇嚟好似係早過我哋國家承諾嘅已經做得到啦。咁呢個就係個好消息啦。咁當然唔好消息就係我哋其實而家最新嘅估算咧，去到呢個世紀末咧，其實我哋嘅溫度咧，可能都係會上升到3度，即係超過2度好多。咁就詳細就唔講啦，因為有好多個數啦嚇，有啲就有條件，有啲無條件。但係而家問題咧，嗱就未講呢度之前咧，我諗大家都即係可能都知道啦，我哋美國嘅阿 Trump 哥就退出咗巴黎協定啦。咁佢講咩咧？佢就話 drill baby drill， 咩叫 drill baby drill 啊？係咁要掘多啲石油出嚟咁所以更加會造成更多嘅碳排放。所以美國退出，因為佢唔會達標噶啦而且咧，我哋可能頭先嗰張圖咧，仲因為美國咧嗰個卡差佢會更加大。仲有就係而家發展 AI 係一個嗱，雖然咧有好多科學家咧會同你講，而家都未清楚嘅 AI 到底係有利定有弊大家可以翻去做翻個 project 研究下，到底 AI 對呢個氣候變化係利多於弊，一定係弊多於利？但係咧，我就好相信咧係弊多於利，暫時因為咧個問題係點咧？如果大家有睇阿黃仁勳講嘅，即係發布嗰啲即係嗰啲年會啦最新嘅科技進展咧，佢就話舊年啦已經。而家都唔係叫做起數據中心噶啦，我哋起嗰啲叫做 AI factory， 即係 AI 工廠。一個工廠佢所需要嘅電力咧，我翻去計過，一間工廠應該咁講，10間工廠咧就要一個核電廠，一個大亞灣核電廠先至支持到嘅。咁大家係啦，大家知道所需要嘅電係幾犀利而家Google、Facebook 等等嘅大企業喺度起緊幾多間呢啲 AI 工廠而家都聽聞，即係佢哋起 AI 工廠係已經係等唔到即係傳統嘅電力嘅輸送㗎啦。佢哋要自己起自己嘅核電廠，即係去到咁嘅地步。咁所以咯，究竟我哋呢個即係巴黎協定，大家係咪樂觀咧？咁所以咧就呢個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熟悉最新情況嘅一個科學家，佢係97年係攞諾貝爾物理學獎嘅朱棣文。咁佢早幾個禮拜咧嚟過科大咧做咗個演講。咁佢最後嗰張 slide 就係呢張 slide 啦，就係 Titanic。咁大家都明個意思啦The world is still currently on a collision path to 3 degrees。佢係曾經做過美國嘅能源部長嘅，喺奧巴馬年代，所以佢講呢句說話唔簡單嘅。基本嘅概念係咩咧？佢就話睇翻人類嘅歷史咧，我哋係由一個舊式嘅能源進化去一個新嘅能源咧，平均係需要70年。我哋而家喺呢個氣候變化呢個議題咧，都係喺度討論緊，討論咗三幾十年啦，咁所以都未夠呢個70年，即係未到時機都未到咁所以就到底有幾快先可以扭轉到呢條航程咧即係 Titanic 唔撞埋冰山，係要等幾耐咧？咁可能仲要等多幾十年。好啦，咁影響啦，即係我諗大家最關心呢個氣候變化嘅影響啦。
咁啊，首先就睇下標先，係啦。首先咧就係、第一就係海平面上升。我哋就特別關心嘅，因為我哋喺海邊啦，香港。咁尤其是如果大家住喺低洼嘅地方啊，喺呢、個好似我而家住喺嗰度將軍澳啊咁咧，大家都記得下舊年個風咧都有好大嘅破壞啦喺呢個海邊。海平面上升咧就係會令到呢啲嘢更加加劇。而家問題咧就係話個海咧係真係會繼續升嘅，而且係升得幾緊要嘅，因為啲冰融啊嘛，即係冰川又融，格陵蘭又融，咁但係咧就融得幾快咧？咁幾時會見到好多米高升高嘅情況咧？一陣間再講。呢個就係即係北極。北極融咧就同海平面上升咧就冇直接關係嘅，因為大家可能知道啲冰都係浮喺個水面啫嘛，咁所以咧融咧就唔會令到佢上升嘅個海平面。但係咧，大家可以見到咧，佢融嘅速度咧真係好快。過去嗰幾十年咧，融得不得了，而且咧就佢融咗咧，唔係淨係冇咗啲冰，唔係淨係啲北極熊受影響咁簡單，而係咧佢由本身白色反光嘅情況咧，即係可以將啲太陽光反射走咧，就會冇咁熱啦，係嘛？佢就變咗黑色嘅海洋。咁更加吸多啲熱，咁所以就融得快啲。咁呢個係一個 vicious cycle 咁就，但係咧亦都明白點解特朗普要攞格陵蘭因為嗰度有好多天然資源，哇！融咗啲冰，咪更加可以掘咯，係嘛？繼續掘，而且咧對我哋國家都有幫助嘅喎。點解咧？因為我哋嘅航線，我哋嘅海洋嘅運輸。而家已經做到噶啦，喺某啲月份即係夏天秋季嗰陣時咧，我哋嘅船係可以喺天津港經過北極去歐洲嘅，縮短咗好大嘅時間。咁所以咧，北極咧就好多人而家就變咗一個，即係對於即係好多國家嚟講係一個戰略嘅重鎮可以話。咁但係咧就如果再喺嗰度發展咧，更加之促進呢個全球暖化啦，當然。咁有好多冰川咧，的確係融得好快嘅。咁呢個就其中一個例子啦，即係本來都係講緊10年8載，都已經係即係有冰就變冇冰。咁就我就呢度冇擺到一張 slide 咧，就係我自己親身喺瑞士同法國邊境嘅一個即係歐洲嘅冰川咧，我又咁啱又20年前又去過，20年後又去過，跟住發覺咧，比起20年前咧，我要行多200幾級樓梯先至落到去冰嘅地方。咁即係你諗到200幾級樓梯融咗幾多冰咧？嗰度咁所以咧，淨係講呢啲數字就可能大家冇乜感覺㗎，即係話格陵蘭又融得幾快啊，南極洲又融得幾快啊咁。咁但係咧就大家可以咧有時間啦即係今日又唔係咁多時間咧，咁咧就可以睇睇呢條片。咁呢條片係講乜嘅咧？呢條片咧就係講有啲科學家就喺格陵蘭嗰度咧擺咗啲鏡頭喺度，不斷咁錄影住嗰啲冰川嘅變化。咁某一日咧見到忽然間咧，成個冰山就冧咗落嚟。咁係講緊咩幅度咧？個冰山嘅 size 咧係等於成個 Lower Manhattan， 即係曼克頓市區紐約嗰啲冰山有幾高咧？就係全部都好似我哋啲摩天大廈咁高嘅，75分鐘就冧晒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嗰個幅度有幾大？呢啲數字就大家可能冇乜感覺啊嘛。睇完條片就知道，原來係可以咁犀利嘅，即係每日都發生緊喎呢啲嘢。咁我計過啦，即係曼克 Lower Manhattan 咧，差唔多等於我哋油尖旺咁啦。即係試想下，成個油尖旺有一紮成紮摩天大廈，75分鐘之後就冧晒。
咁所以咧海平面係不斷加速咁上升啦。咁就上升嘅速度咧，又亦都係可以話幾千年都未見過。咁但係最令人擔心嘅咧就係南極洲。咁南極洲咧，尤其是喺西部咧，有啲冰川咧已經係融得好快啦。有一個冰川咧，科學家特別俾咗個名俾佢，就叫做末日冰川。點解咧？就係因為大家睇下呢兩張圖啦。左邊嗰張咧就係大家睇到啦。原來咧而家好多隔離喺南極洲嘅冰川咧，係因為啲海水暖咧，令到嗰個冰咧，其實喺個底嗰度侵蝕咗，底嗰度溶。你面仲見到佢喺度嘅，但係個底已經係掏空咗啦。咁原本咧就話左手邊嗰邊咧仲話個海底嗰度咧仲有啲山脈，咁拱起咗咧，咪可以擋一擋，即係等佢唔好就咁快，即係咁快冧啦，係嘛？但係原來咧而家發現咧都冇啦，啲山脈都嗰啲位都溶埋啦，右手邊咁溶到咧，其實而家係根本係翻唔到轉頭噶啦，所謂即係 point of no return 過咗噶啦。咁係代表咩咧？就代表咧遲早有一日會成嚿冧晒。咁成嚿冧晒係咩咧？全球都可以上升1米嘅嗰個海平面，即係咁犀利。但係個問題就係幾時啦？幾時會出現咧？會唔會喺呢個世紀裏邊出現咧？或者係下一個世紀先出現咧？就冇人夠膽講。但係咧唔夠膽講咧，但係咧有啲科學家就判斷咧，就可能喺世紀中之後咧，就有機會出現。當然要視乎我哋而家減碳有幾成功啦，或者有幾失敗啦嚇。咁就所以我哋呢代可能未必睇到啦，但係下一代咧年青人咧就有機會睇到噶啦。咁嗰陣時就要揾訂走咯，即係移民啦，要揾。如果大家喺呢個大澳住嘅，要諗諗咯。升高1米喎。咁但係當然啦，唔係淨係海平面上升啦，就亦都有呢個好熱啦。即係我就以前就想象唔到噶啦，加拿大都會熱到50度啦。即係我以為非洲中東先會嘅係嘛？原來加拿大都會嘅喎，喺溫哥華附近嘅啫喎，50度喎。咁所以以前咧就話呢啲千年一遇啊，咁其實而家唔係咯。仲講千年一遇咧，都係多餘嘅。唔係淨係加拿大熱啦，當然印度呢啲地方即係又係50幾度啦。仲有個問題咧，就係南亞呢啲地方，東南亞咁咧，就除咗熱之外咧，仲有濕。咁所以濕加埋熱咧，就真係濕熱啦。就大家好難忍受呢個所謂熱壓力嘅 heat stress。咁真係去到50幾度咧，即係都唔係好適合喺戶外活動噶啦。咁就即係咪宜居咧？咁即係有可能喺呢啲地方第時咧，就出現個問題嘅，就係會唔會真係要搬遷咧？咁樣即係唔宜居啦嘛？呢啲地方點搞咧？咁好啦，落雨就更加啦，即係落雨大家知道咧，越落就越大啦。而家啲雨一係就唔落，一落就大嘅。咁就呢個我做台長嗰時都講咗好多次噶啦。咁而家真係發生緊啦。就呢啲咁嘅畫面就不斷見到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好玩嘅，我即係呢個PowerPoint 咧，我一路加上去嘅。即係原本我做台長嗰時咧，就係左邊嗰張，咁跟住就到鄭州。鄭州大家記得啦，即係都係幾年前啫。嗰時我已經好似退咗休啦。咁跟住就到鄭州河南啦。大家唔知有冇記唔記得咧？地鐵嗰度其實係浸死咗14個人嘅當時。咁跟住就韓國漢城而家叫首爾啦。首爾仲好嘢，仲好玩。浸完一次，第二次又係咁浸。浸完地鐵就浸地下停車場。我仲聽聞有啲人係住喺啲地牢嘅，都浸死嘅。韓國。咁跟住係咩咧？當然係黃大仙啦。到我哋啦。咁好彩就夜晚發生，唔係咁多人搭地鐵。
否則就真係不堪設想。跟住係邊度啊？東京咯，又試過東京地鐵2024啫喎。咁當然咧，跟住到舊年就紐約啦。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年年都發生緊嘅而家嚇，即係冇，我諗即係而家係基本上冇一個地方話安全嘅嚇。咁但係咧就落大雨，亦都有旱災嚇，尤其是咧旱咧同呢個熱咧係一齊嚟嘅。咁所以你就見到啦，即係而家講緊英國就40度以上啦，可以夏天。咁啊，葡萄牙啊、西班牙啊、法國啊啲就40幾度啦，可以一個夏天歐洲係死7萬人嚇，但係咧嗰啲死咧未必係即係真係喺街度中暑嗰啲嘅喎，即係有好多可能咧係屋企冇冷氣嘅，或者有冷氣唔開嘅嚇，因為熱咧令到佢一啲疾病發生，老人家係會提早即係拜拜嘅。咁所以熱咧係一個我覺得大家係需要更加關注嘅問題。咁啊講到香港啦嚇，香港我就覺得咧呢幾樣嘢咧就係我哋係最會見到出現嘅問題，唔係代表其他唔會喎，即係話其他包括即係話頭先同阿院長都有講到啦，珊瑚係會大規模咁樣滅絕嘅喎，即係2度嘅話，如果我哋而家講緊升3度啊嘛，2度都會90%以上嘅珊瑚會滅絕嘅咯喎，咁我哋香港都有珊瑚㗎，所以即係大家如果要做保育咧，就要即係諗諗啦，真係嚇。咁但係咧就我最熟悉嘅當然就係呢啲即係可以話直接嘅影響啦，即係颱風、暴雨、熱旱呢啲都係香港係要面對嘅氣候風險。咁超強颱風當然就係我嘅強項啦，因為當年我做台長嗰時就掛過3次受風球。咁不過而家現任個台長都掛咗3次受風球。咁所以睇到話密咗好多喎，10號風球。但係超強颱風咧就最勁都係小弟嗰個啦，即係山竹。2018年，咁就呢次我諗大家都仲記得啦，啲屋係會搖嘅，啲窗係會爛嘅，將軍澳海濱長廊爛晒啦。今次華加沙就冇咁緊要，都爛，不過冇咁緊要。咁啲大浪柴灣等等，海怡半島咁今次就多咗個 Fullerton Hotel 啦，酒店啦，都係呢啲嘢嚟嘅。大浪風暴潮咧就最大嘅威脅。右上角嗰度係邊度啊？中環嘅恒生俾人私有化咗嘅恒生銀行總行，呢個古仔又好得意嘅。2017年天鴿爛咗一次，整翻好。2018年嘅山竹又爛過，咁個問題喺邊度咧？好啦，咁但係咧就造成嘅經濟損失咧40幾億㗎香港，咁成個大灣區咧100幾億一次，咁所以而家咧就保險業界都好關注呢個氣候變化，因為唔夠賠㗎嘛。如果你一年嚟2個山竹，哇，真係頂唔順㗎喎。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亦都留意到啦。呢個就唔係香港嘅，呢個摩羯咧就雖然掛8號風球啦，但係香港就冇乜影響啦。反而就海南島有好多屋咧，就啲窗就爛晒，有一個好似連露台都中間嗰度露台都唔見埋。右手邊咧，大家睇到條短片咧，見到咧啲窗咧係會俾嗰啲風咧係扯出去嘅，唔係拱入嚟喎，係扯出去。所以大家咧喺受風球咧，尤其是如果超強颱風下次唔知幾時，真係唔好喺啲窗附近喎。澳門係試過天鴿嗰時咧，係有個人咧係俾風扯咗落街嘅，所以呢條片就睇得好清楚啦。即係海南島嗰度真係可以發生嘅。
好啦，咁啊風暴潮亦都係即係我就經常講嘅以前，但係就冇乜人記得嘅，因為即係好耐未發生過噶啦。即係我做台長嗰時，係直至到天鴿喺澳門嗰度咁緊要。咁啊呢度再講多次啦嚇，即係風暴潮咧，我諗而家大家都應該知嘅，就係因為個颱風係轉緊嘅。咁如果颱風喺我哋西邊經過咧，咁我哋咪吹東風啦，係嘛？我哋吹東風嘅話咧，佢將啲海水推入嚟咧，去到啲港口嗰度咧，尤其是吐露港啊、中大啊，個吐露港咧係個袋咁噶嘛，所以啲水係冇掟走，咁於是咧就會水浸咯。咁啊，仲有就係颱風就係低壓嘅，咁啊低壓就好似個吸塵機咁索起啲水，咁所以個海又升高咗啦。咁但係咧，其實都有啲吊詭咧，就係有時你又會見到哇喺天文台話有風暴潮喎，結果又唔係咁勁嘅。咁原因咧就因為佢嚟嗰陣時個潮水嗰個漲退時間有啲差別，即係話個颱風如果登陸嗰陣時咧係天文係漲潮，咁加埋咧就會好緊要啦。但係如果退潮咧就冇事喎。但係如果遇上天文大潮，即係一年有幾次嘅啦，比得上高嘅水位嘅話咧，咁就弊家伙啦。咁當然仲有全球嘅海平面上升啦。頭先講咗啦，如果啲冰南極洲嗰啲冰甩即係融嘅話，就好大件事啦。咁啊，如果佢唔融，即係唔冧咧，我哋可能即係個海平面咧都係升1米度啦，即係世紀末即係下低嗰紮線可能會最高升1米啦。但係如果佢冧咧，即係頭先講個南極洲嗰度咧，就可能有啲所謂即係低嘅低信度，但係就高影響嘅一啲情景啦。咁呢啲情景咧就可能會升高1.5米甚至更高。咁變咗咧，我哋嘅基建咧可能都要相應要再加強先得。咁但係呢個威脅咧就未到嘅，因為即係而家仲即係密切監測緊南極洲嗰個變化。但係如果真係見到有情況出現，係知道會冧咧，咁啊要做好嘢啦，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啦。颱風咁啊，亦都大家都科學家都一早知噶啦。颱風咧，因為嗰個氣溫上升，海水溫度又升高，空氣裏邊又多咗即係濕啲啦。咁所以咧，颱風個加強係會快啲，係會多啲超強颱風，落雨亦都會落多啲。咁啊，兩樣嘢對香港都係有威脅嘅。咁但係尤其是咧超強颱風咧，呢10幾年咧，真係好多喺我哋附近出現啦。即係如數家珍，係個個都係超強颱風啊呢扎。咁啊，最新當然係舊年嘅華嘉莎啦。咁但係舊年華嘉莎咧，原本就大家覺得即係驚好勁啊嘛，點知又冇山竹咁勁啦。咁點解咧？其實就2個原因。一個咧就係華嘉莎埋門嗰陣時啱啱就側咗，就偏離咗20公里，比起預計嘅。另外一個咧就係華嘉莎最大風嗰個位置咧縮咗喎，埋嚟嗰陣時縮咗。但係咧相反喺山竹嗰陣時咧，山竹埋嚟嗰陣時係擴張咗，咁所以山竹咧我哋就食到應啦。但係華嘉莎咧佢縮咗咧，我哋就唔中啦。撐咗就係40公里，一個縮20公里，一個偏歪20公里，嗰40公里就已經係好大嘅分別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個咁勁嘅超強颱風打到正香港咧，就不得了。即係呢啲超強颱風閒閒地講緊中心風力係去到每小時250公里嘅。咁啊嗰陣時我做台長咧都好驚嘅，因為山竹咧原本係無遮無擋、冇經呂送就鏟過嚟嘅。如果咁鏟過嚟咧，我哋個水浸係個範圍係大好多嘅。依家咧實況就係咁，如果冇減弱係咁，好多即係就算維港兩岸都有好多地方水浸，唔好講話新界啦。
咁但係好彩咧，山竹就啱啱喺呂宋登陸咗先至過嚟。咁佢一登陸咧就減弱咗30%，打咗個7折。咁所以就我哋又大步攬過。咁但係咧，我就同科大嘅團隊咧，就喺呢2年咧做咗個研究，就睇下咧，如果真係有啲咁勁嘅颱風、超級颱風打嚟，香港最差會咩情況咧？咁啊，我哋考慮咗一啲歷史嘅個案啦，即係譬如好多風災咧，大家可能都唔知嘅，即係100幾年前咧有個叫甲戌風災咧，都死咗幾千人嘅香港。嗰時都未有新界喎，所以未計新界嘅。咁啊，37年有個丁丑風災，又死咗1萬幾人嘅香港。咁當然好多係水上人啦，即係衝咗落海，唔知去咗邊啦。跟住就有個溫黛啦，大家可能就會知道啦。溫黛咧就沙田又重災區啦。咁啊有個村叫白樂丁村，就成條村就俾即係風暴潮沖走咗啦。基本上沙田墟嗰啲屋都浸到上2樓啦。咁啊呢次就死咗100幾人啦。咁啊又有山竹啦，當然。咁全部呢啲風咧都係咁嘅路徑嘅，就係喺我哋南邊少少過，喺西邊登陸，就係最受威脅噶啦。如果咁嘅話咧，我哋計算過咧，有幾個咁樣嘅疊加嘅作用咧，香港嗰啲水位會點咧？就會係咁啦，就好易記嘅啫。678咩意思咧？即係大家如果有釣魚就知㗎，呢個叫做海圖基準面以上幾多米咁啦嚇。咁啊，維港6米，吐露港最差8米。咁啊，可以比較下以前嘅我寫錯咗，下低嗰個唔係丁丑啊，都係山竹嚟嘅，即係3個都係同山竹比較嘅。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咧，同山竹比咧，可以再高2-3米嘅，2-3米啊！咁所以就我諗就大家如果真係住喺啲海邊啊、低洼啊嘅地區咧，真係要諗有啲咩可以準備。咁啊，當然仲有就係落大雨啦。咁啊，落大雨啊，唔單止水浸嘅，山泥傾瀉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啊，呢個就係舊年咪試過5場黑雨嘅，呢個其中一場啦。咁啊，又係有停車場水浸啦。咁但係其實舊年咧就雖然係落咗好多黑雨，但係咧相比於呢個2023年嗰場咧，都仲係差好遠嘅。即係右手邊嗰就23年嗰個黑雨啦。大家見到咧，即係白晒色嗰度咧就係最大雨嘅地方啦。嗰度係講緊咧，一日係落咗咧800毫米，800。咁啊，舊年嗰啲冇啦，冇咁多啦，即係都係200-300啊咁樣，或者300-400。咁啊，23年嗰次就其實真係好好彩嘅，真係。如果冇記錯就都有浸死咗4個人嘅。咁啊，但係地鐵嗰度冇傷亡啦。就停車場又浸咗啦，又係山泥傾瀉咧，又咁啱就喺即係停咗，冇再冧過去啲屋度啦。紅山半島又啱啱又冧唔到啦嚇，即係淨係個地基鬆咗。即係其實好彩嘅，因為嗰個大雨區係好窄嘅，變咗個影響唔係咁廣泛。如果影響廣泛嘅話咧，都唔少嘢㗎。咁當然就黃大仙嗰個商場就浸晒啦。咁我哋而家咧好多時啲氣候變化啲研討會咧都會請呢個領展咧嚟做嘉賓嘅，就係講講佢哋點樣跟住點樣改善嗰個情況。咁啊，而家發覺咧就有樣幾好嘅結果出嚟嘅，就係話佢哋做咗啲改善嘅工程咧，係可以幫佢哋慳到嗰個保險費嘅。即係本來買嘅保險，而家擺咗一部分落去嗰個投資喺個即係改善工程咧，反而仲有剩，即係變咗咧做預防係好過等到出咗事去攞賠償啦。呢次咧，根據天文台嘅研究咧，都經濟損失係17億嘅嚇，
等於一個風災㗎啦，已經係，即係天鴿就係講緊10幾億嘅，係啦，咁啊，而且咧就嗰個雨量咧又係破紀錄啦，大家都記得啦嚇，1個鐘頭落咗158毫米。咁但係呢個唔係個數字嘅問題添啊，而係大家如果睇到咧過去嗰百幾年咧，以前咧平均係幾十年先至破一次紀錄嘅啫，而且咧係破紀錄都唔係話破得咁離行離辣嘅可以話，但係而家咧係每一次咧係密咗好多嘅，以前40年一次，而家可能係10幾年一次，一破咧破幾十毫米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亦都反映咗氣候變化。咁啊，當然咧，曾經就有講過話呢個係所謂500年一遇嘅大雨啦。咁啊，技術上就啱嘅，但係咧喺氣候變化嘅情況之下咧，就我覺得再講落去咧都係冇意思嘅，因為大家睇到啦，如果係睇再近期啲嘅啲時間嚟計咧，根本就係呢個所謂回歸期或者即係 return period 啦，英文叫做就越嚟越短㗎啊！你睇到如果係用近嗰50年計咧，係100年一遇㗎啦，變咗。因為越嚟越啲雨越落越大，越落越密咧。你話嗰個回歸期係幾多年咧？係已經冇實際意思㗎啦。要講埋個係咩數字，咁先至可以做到個防備啊，做到個工程嗰個設計嘅。嗱，呢個亦都係近呢2年我先至發現嘅啫。以前咧，我哋就見到話1個鐘頭嘅雨量記錄啊，不斷破紀錄啦，係氣候變化啦咁。咁但係長少少時間嗰啲記錄咧未破嘅喎。啊，呢個係24小時嘅雨量。24小時雨量有咩分別咧？1小時咧可能就會令到我哋水浸啦。但係咧山泥傾瀉咧未必會發生嘅。但係如果落多幾個鐘咧，落夠1日咧，嗱呢啲咁咧就係會出現山泥傾瀉，而我哋以前歷史上咧山泥傾瀉死嘅人係最多嘅，咁所以要睇呢啲咁嘅數字啦。咁呢度睇到咯，10大咧原來有4個咧都係呢20年發生嘅啫喎，咁所以咧就我再次睇到咧我哋係氣候變化嘅影響啦。近年係出現咗好多呢啲破紀錄嘅大雨。咁當然啦，我哋政府就做咗好多嘢啦，即係改善嗰個斜坡嘅安全啦。1972年有個618，大家可能都記憶猶新啦，即係無論呢個寶雲道、即係旭龢道定係呢個秀茂坪，都係山泥傾瀉死咗100幾人。之後咧再嚟一次76年又係秀茂坪山泥傾瀉，咁咧就成立咗個土力工程署。咁跟住就做咗好多改善嘅工程，就處理啲人工嘅斜坡。咁大家可以見到咧，嗰啲死亡數字真係即係改善咗好多啦，即係冇咁多嘅大傷亡嘅情況啦。咁因為政府就係做咗好多嘢即係包括喺旭龢道嗰度做咗裏面好多水管咧去排水嘅。甚至喺半山好多大嘅疏水嘅隧道嘅。即係成條隧道好似地鐵咁大嘅，即係喺半山。所以點解近年呢個即係水浸咧都見唔到市區係即係香港嗰邊啦即係冇乜水浸。咁就係因為做咗好多嘢。咁但係問題咧，將來咧有個分別咧就係天然斜坡。天然斜坡我哋發現咧即係2008年尤其是咧有場大雨咧，大嶼山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即係機場嘅公路咧浸晒嘅嗰次咧，大嶼山係出現咗成數以百計嘅山泥傾瀉，都係天然斜坡嘅。咁所以大家就好擔心，如果嗰場大雨唔係喺大嶼山落，而係喺香港島落，咁會點咧？嗰啲山泥傾瀉冚冚聲嘅話，有一個叫泥石流咧，係甚至咧喺石壁嗰度啊，甚至係有2公里咁遠㗎走咗。咁我哋啲屋咁密，種緊幾間都唔得掂㗎喎，咁所以呢個天然斜坡嘅風險咧就係會增加嘅，尤其是啲雨越落越緊要。咁嗱，
雖然講咗咁多旱啊，落雨啦，但係咧旱都唔可以排除嘅喎。即係我哋天文台嘅同事咧都有睇呢個問題。咁點解咧？咁啊，首先睇下我哋歷史啦。歷史我諗大家都記得嘅，就係即係尤其是呢個62年、63年嗰次4日先至供水4個鐘啊，嗰次就好誇張啦。咁睇呢個指標咧就睇到嘅。即係紅色嗰啲咧，好負得好勁嗰啲咧，就係即係好旱啦，大旱。咁啊，但係咧就歷史上有好多次嘅，咁但係咧近年就都出現呢啲情況，但係咧就冇再發生制水啦，因為我哋有東江水。咁但係咧有東江水咧，咁我哋要睇下東江流域究竟，如果我哋旱，佢又旱喎，原來。即係好似62年嗰次一樣嘅啫喎，咁所以如果下次有大旱，係咪佢哋亦都可以幫到我哋手咧？或者佢哋根本連佢哋都唔夠水用，咁大家點樣一齊捱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香港咧都好有先見之明啦，都已經又再起翻個海水化淡廠出嚟啦。原本係拆咗噶嘛，大家知道，而家又起翻啦，喺將軍澳嗰邊。咁啊，可以供應到香港5% 嘅食水。如果有需要咧，再起多個，就咁啊，可以供應到10%總共。咁啊，到時有咩出現就到時又再睇啦嚇。即係如果真係大旱嘅話，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熱啦。熱就頭先都點我提㗎啦，即係話歐洲可以死7萬人喎，一個夏天。咁香港係點咧？咁首先就睇下將來嘅情景啦，即係2度啊、1.5度嗰啲，應該就暫時都唔達標啦。咁所以咧，最有可能就3度啦。3度咧就其實我哋即係話睇黃色即係橙色嗰條線啦，即係好多個氣候評估嘅。咁有啲就更加差啦，再高啲啦。咁但係暫時睇橙色，咁啊點咧？咁橙色，咁啊首先睇翻我哋香港嘅溫度記錄咧。近年都年年都破紀錄啦，而且咧我哋會考慮幾樣嘢嘅，一啲叫酷熱天氣啦，即係日頭高過33度，一啲叫做熱夜啊，夜晚都熱，夜晚熱咧其實仲麻煩嘅，因為大家即係如果冇冷氣唔開冷氣咧，就真係瞓得唔好嘅，對老人家更加唔好嘅。咁啊28度係28度以上咧就係我哋叫熱夜嘅。大家睇到咧，過去嗰幾年咧，年年都有50幾日嘅，即係酷熱又係，熱夜又係。35度以上係仲誇張啦嚇！2022年啊，忽然間有15日啦，即係都離晒大譜嘅，真係，即係而家熱到。咁啊，所以但係咧，我哋又成日都睇啲報道，又唔覺話好多人死嘅喎，香港，因為大家有冷氣啦，日頭又可以去啲麥當勞啊。圖書館啊，咁啊涼下冷氣啦，係嘛？將來會點咧？嗱，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天文台嘅評估啦，即係基於呢個即係最新嘅資料。咁但係咧，我哋而家都去到即係橙色、紅色嗰啲咧，即係話酷熱啊、熱夜啊。我哋而家都去到50幾日咯，即係都接近緊我哋所謂世紀中我哋原本評估嘅數字嘅。所以會唔會將來仲要調高咧？都未可料。咁但係大家睇到啦，將來可能即係1年有100幾日都係熱嘅，酷熱啊，唔係淨係熱啊，酷熱啊。咁啊，冬天啊更加唔使諗啦，即係可能都會有啲凍嘅日子嘅，不過都越嚟越少啦。我做台長嘅時候咧，最差嗰年咧得返1日係12度以下嘅啫。今年都好似得4日啦，好似係都好少啦。咁啊，但係都出現係多咗呢啲中暑啊，尤其是戶外工作、行山，我就唔知點解好多人仲係選擇喺30幾度仲行山嘅。真係其實大家係咪可以改下習慣，即係起碼轉下啲時間，唔好日頭咁啊，晏晝就去行山。朝頭早4、5點、6點或者傍晚先行啦，係嘛？即係真係有少少找死嘅，真係。咁啊〜仲有就係有啲係工人出事啦，近年係多咗嘅。我睇翻啲數字咧，
係多咗1倍嘅，其實嚇。咁啊，個工作暑熱嗰個警告好似都未係好完善咧，仲有改善空間啦，我覺得。咁而且咧，我哋而家即係有啲最新嘅研究咧，香港大學咧係發現咧，其實每年咧因為熱唔止係中暑，係因為佢本身有病啊，令到佢提早死亡咧，其實每年可能有200幾人嘅。200幾人係咩概念咧？等於呢個 diabetes 糖尿病嘅死亡人數咁多嘅喎。咁我哋每年花喺糖尿病嘅醫治啊、預防啊，花好多資源噶嘛。但係喺熱嗰方面咧，唔覺得有啲乜嘢地方做緊嘢。咁當然有好多 NGO 有幫手啦，譬如紅十字會有去關心嗰啲劏房啊，即係俾啲支援佢哋啊，或者係教佢點樣去做好嗰個通風啊等等。咁但係我相信呢個係希望可以政府可以做到多啲嘢。甚至係啦，天災呢度都要講啊。從日本我哋都睇到一啲同香港都類似嘅，就係話因為熱嘅死亡人數咧係多過所有天災加埋。我哋而家打風，基本上8號風球以上嘅冇人死嘅呢20年零死亡嘅。死人嗰啲係咩咧？就係掛咗風球或者未掛風球之間。天氣仲係好嘅，走出去睇浪嗰啲，喺海邊嗰啲，無啦啦俾個湧浪捲走咗嗰啲，其他係咩死咧？我哋就算23年嗰次黑雨，死4個啦，有啲就係因為行山俾雷劈到啦，一年有一個半個啦，都係講緊係個位數，所以熱嗰度如果一年就死200幾人。係咪應該重視啲咧？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即係要關顧嘅係即係呢幾類嘅即係高風險人士啦，長者尤其是啦。日本嘅經驗就好多長者係佢唔可能唔捨得，或者佢係唔習慣開冷氣，所以係出事嘅。即係日本嘅熱死人。咁香港就多啲人用冷氣啦。咁但係都有好多人。即係唔開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嘅前台長，即係我嘅前任林超英先生，咁都尤其是長者要特別留意啊呢樣嘢，即係有時都唔好慳。我自己就講咧，我咧就開冷氣咧都會開嘅，因為我即係住頂樓。咁但係我開個冷氣咧，我係校27度嘅，信不信由你。27度都涼嘅喎，都着嘅個冷氣着到嘅。咁咧跟住加埋個吊扇。咁其實就幾舒服嘅 ，OK 嘅，即係唔使開到20度冚棉胎嘅，真係咯。戶外活動頭先講咗啦，即係其實好多人係中暑出事嘅，所以大家真係要揀時候啦，去運動。咁工作冇計啦，真係要靠一啲預警啦，即係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哋工作嘅條件。咁當然啦，即係。講到尾咧，就係好多樣嘢都要同時間做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學習嘅、讀書嘅，其實第時係真係可以考慮下從事即係氣候嘅相關嘅行業嘅，即係又要做減碳啦、新能源啦，係嘛？又要令到我哋城市更加安全啦，即係要做好多基建嘅改善啦，呢啲都需要好多人力資源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叫做適應啦，即係適應個氣候變化。咁其實最重要都係去到即係點樣提升我哋個城市嗰個韌性咁當然天文台都有一個作用喺度，就係嗰個預警預警如果做得好啲嘅，早啲可以發到嘅，咁當然大家準備夠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有時亦都，我覺得即係有時啲同事都幾難做嘅，就係話。太早出嘅話，亦都係會有另外一邊，就係狼來了。咁大家會唔會又掉以輕心咧？將來即係話出親都係咁早嘅，都唔使咁早準備啫，係嘛？即係咁。咁呢個其實就我諗要攞個平衡嘅即係大家都想個城市更加安全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就
我自己睇咧就一到半呢樣嘢咧就冇得傾噶啦，即係暫時呢10年8載都實過硬噶啦。爭在就幾時會唔會有機會跌翻落去啊？咁啊，但係暫時就未睇到啦，即係見到而家個世界局勢個情況啊。仲有一樣嘢要講嘅，打仗所引起嘅碳排放咧，係冇喺呢個聯合國裏邊計算嘅，係啦。所以因為打仗裏邊其實除咗話用咗好多火藥嚇，打咗即係真係實際上打啦嚇之外，你嘅造成嗰個破壞，又要起翻成個城市出嚟，嗰度幾多碳排放啊？加沙散晒，嗰度幾多碳排放啊？邊個負責啊？咁啊，所以到半就唔使諗噶啦。但係我哋咧，真係要即係起碼都要自己顧掂自己先。即係無論我哋係做嘢嘅，無論我哋係投資嘅，或者係即係運作一啲即係工業啊、服務等等，我哋都要睇下為自己嗰個地方會唔會受氣候變化嘅風險影響咧？如果係影響嘅話，點樣去即係加強嗰個安全係數咧？颱風當然就係風暴潮係 number one 啦。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大家喺海邊嘅話，有機會會水浸嘅話，除咗擺沙包，除咗擺擋水板，有冇啲工程小規模工程都可以幫到手咧？即係譬如話一啲緊要嘅電掣啊、掣機房嗰啲係咪可以升高啲咧？澳門而家做緊嘅，其實澳門因為吸取咗天鴿嘅教訓，係做緊呢啲嘢噶啦。但係香港我唔覺好大規模咁做啦。大浪啦，大家又將軍澳睇到啦，Fullerton Hotel 又睇到啦。其實咧，我又亦都喺華家沙嗰陣時咧，我出去睇過將軍澳附近嗰啲餐廳係點樣做防備嘅，又係各施各法嘅。有啲就咁貼張膠紙啦，有啲咧就有擋水板啦，係得一間咧，佢係揼晒木板嘅，結果咧係嗰間就冇事，其他嗰啲咧就算有擋水板，個擋水板成個人咁高㗎，但係佢就係唔到頂啊嘛，咁啲大浪一衝，大家見到嗰個 video 啊，即係衝到入去個餐廳有擋水板㗎。但係都爛晒，所以就大家即係之後點樣去做好嗰個防備咧？係咯，即係會減保險嘅喎，應該。咁另外當然就係水浸啦嚇，即係領匯嗰個領展嗰個經驗就好值得大家參考啦。咁啊水嗰度咧，我覺得就即係真係用水咧都要節約嘅，即係唔好亂咁嘥嘅，即係得來不易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有東江水就唔節儉嘅，即係水我覺得一定要即係用得合理。山泥傾瀉，咁呢個就當然係要揾工程師啦。即係如果大家嗰啲物業啊、住屋啊附近有啲斜坡，尤其是天然嘅，係好斜嘅，即係個角度好大嘅，咁嗰啲咧就要特別留意啦。即係雨季前，大家要檢查好啦，係嘛？即係唔好塞啦啲渠。咁當然仲有買保險，不過而家咧香港咧同好多亞洲國家都係噶啦，即係買保險咧就唔係好常態嘅，好多人都係咁買啲嘅啫。咁譬如23年嗰次黑雨咧，好多私家車啊、的士咪浸晒嘅，其實好多都冇保險包嘅，因為冇買啊嘛。咁係咪而家都要多啲諗呢樣嘢咧？咁其實就科大係同保險業聯會啊、保險業監管局咧係合作緊咧，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睇下可唔可以大家做一啲新型啲嘅保險嚟幫到手，即係應對呢啲極端天氣。酷熱就頭先講咗啦，即係我諗要真係關顧多啲長者啊、劏房戶啊。咁而家政府大家都知道，而家都出咗一啲規管啦，開始啊，即係啲劏房都要符合某啲條件啦，咁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即係點樣改善嗰個通風？
長期病患啊，即係呢啲要關注多啲啊，即係熱嗰陣時，咁啊戶外更加啦嚇。咁就減碳就當然義不容辭啦，即係大家可以做到嘅就做啦。咁啊無論係個人定機構，咁機構當然就而家好多就行緊 ESG 啦。咁 ESG 就係一樣即係好嘢嚟嘅。我早兩日先至喺一個討論會咧，都紅十字會都準備緊做呢方面嘅工作。咁佢哋嘅總裁都話 ESG 嘅好處係咩咧？就係強身健體，係啦，對個機構。咁所以係值得投放資源嘅。咁所以呢個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啲啦，喺呢方面。好啦，咁仲有就當然就聯合國都係好重視嘅，尤其是咧就係大家點應對呢啲極端天氣。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叫做全民預警嘅倡議，即係話咧全世界嘅國家都希望可以做好啲，即係嗰個天氣預警嗰度。咁原來好多國家咧唔夠資源或者唔夠嗰個即係技術咧係做得唔好，或者甚至係冇嘅嚇。咁所以咧我做台長嗰時都係幫咗手咧啟動咗一個計劃，就係呢一個叫全球多災種預警系統 Multi-Hazard。咁呢個網頁咧就係我哋天文台幫世界氣象組織做嘅，就睇到全世界大家如果將來去做遊客去外國咧，都可以用呢個網頁咧睇到外國發出嘅天氣警告嘅，即係分開紅色啊、黃色啊、橙色啊咁樣。咁就越嚟越多國家做噶啦呢樣嘢，咁所以咧就即係希望做到2027年咧，即係好快出年，希望就全世界都可以有呢啲全球即係提早嘅預警。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防備啦嚇，防備呢啲天災啦。咁所以我諗咧，即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咁但係就即係大家如果係即係第時去旅行啊，即係而家當然啦，大家知啦，去中東就小心啲啦嚇，都去唔到啦。但係我如果去旅行咧，我都會好留意當地嘅天氣警告啊、預測嘅情況嘅。真係㗎，我哋即係而家防不勝防嘅嚇，即係無論大雨好、大風、落雪，樣嘢其實香港嚟講都即係可能都係福地嚟嘅。但係去到第二度咧，你即係如果準備得唔夠咧，即係好易會出事。咁所以咧，無論點都好啦，即係都要做好呢個風險評估啦嚇。咁防患於未然。咁多謝各位。